选调，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乐伊的名，伊的荣光，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，着对上帝讲：你所做遐尼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乐你，要吟诗学乐你的名。阿免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要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这时候，我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：很高兴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很开心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周，我们一同聚集在圣殿来敬拜他。他的眼目必看顾这地，我们要来大声的敬拜他，全心的来呼喊。饱足，心就很有满意，你的要赐福这地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会转向你，我们定义要跟随你，是我们的饱足，是我们的饱足。就很有满意，你的要赐福这地，遵行你的旨意，谦卑会转向你，我们定义要跟随你。我的眼目必看顾这地，你眼目必看顾这地，眷顾。
声音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把宣告祷告盼望，祷告盼望，荣耀复兴降临。让我们将最大的荣耀与掌声献给耶稣，哈利路亚！他是配得称颂和赞美的。是主的眼目必看顾这地，他必眷顾他的儿女。在过去的1年当中，我们停下来看一看神的恩典一路相伴，他的慈爱不离开。那我们再用这首歌来感谢神。停下来，回头看一看，他的恩典一路相伴。闭上眼，用心去感觉，他的爱从不曾离开。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。张开手，迎向每一天，他的恩典一定够用。神的恩典一路相伴。停下来，回头看一看，他的恩典一路相伴。闭上眼，用心去感觉，他的爱从不曾离开。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。张开手，迎向每一天，他的恩典一定够用。你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要相信，不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每一次跌倒，站起来更刚强，被脚步走得更有力量。要相信，不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力量也将日子如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要相信，不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每一次跌倒，站起来更刚强，被脚步走得更有力量。要相信，不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我相信神的应许不会改变。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要相信，不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每一次跌倒，
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所有的狂风暴雨，不论是顺境或逆境，当我们回想起在我们过去的年日当中，每一次的跌倒，神都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更加的刚强。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蒙应许，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一起为我们过去的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献上感谢的祷告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好吧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不离弃，感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间当中，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都有神你的同在。知道可能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正处于风暴，正处于低谷，正处于不知所措，但是相信神你都与我们同在。好吧，天父，你是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是我们最大的依靠。我相信这一路走来都有神你的恩典的陪伴。我相信神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应许不变，你加添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你，更多的来依靠你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将如何。当我们将我们的当我们的烦恼全然卸下，摆上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神你都知道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难处，你都知道；我们的软弱，你都一一的垂听。我相信神你会成就在我们当中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。我相信神你都会看顾，你的恩典不离开。相信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和力量。你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他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要相信，无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每一次跌倒，站起来更刚强，每脚步走得更有力量。要相信，无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相信，无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要相信明天不论如要何，相信，无论明天将如何，他恩典一定够用。我们知道掌权的是在于神，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要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要用一生来学习顺服的功课。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神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力量。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求主帮助。生命在于你，万事皆属你。信心动摇的时候，我要信靠。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求主帮助。生命在于你，万事皆属你。
星星动摇的时候，我要信靠。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对人的益处。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给人的益处。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我要坚定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我相信你的应许，依靠你的恩典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依靠你的恩典，我甘愿谦卑顺服。是爸爸天父，你是爱我们的天父，让我们过去的每一天、每时每刻都有神你来引导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所经历的是什么，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然后完全的来信靠，完全的来顺服。我也将我们之后的每一天，将我们新的一年，全然都交托在神的手中。我也将今天的主日的盛会，全然献上摆上在神的手中，求神亲自来引领和掌权。我们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这点咱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圣诗52首，荣光归于献俾上帝，荣光归于献俾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于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荣光归于献俾上帝，荣光归圣子上帝，荣光归于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荣光归于天
的祈祷文，同心出声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一地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即了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主爱天父，怜悯听探世间人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极其荣光，极其荣耀。主啊，早起时，今日属你的百姓，你的子民，拢要为你做伙敬拜你，献上阮脆弱的果子，就是将一切颂赞恶乐拢要归乎你。听阮的上帝，主，你实在听，你本身是听，你也将你的听施落伫你的百姓的当中。主，阮正受阮的囝儿。早起时，阮搁一遍为你伫你的面前，献上阮敬畏的心，单单尊主你最大。主，阮的心要向你献上感谢。当然，阮知，就阮一年也要经过，伫这个年末的时，当阮心回想主你一年来引带、保守甲看顾，阮知，阮伫济济事务的当中，也有顺境，也有逆境，也有济济挑战甲困难。即个当中，检采有欢喜的时阵，有流目屎的时阵，也有心忧虑、惊吓的时阵。无论每一个境况，主你拢带阮经过。为了安尼，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，因为阮知，阮每一遍献上感谢做者，就是要荣光你的名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早起时，互阮受阮的囝儿，搁一遍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的时，主啊，求你啊怜悯阮。赦免阮的过犯，因为阮知地面上的生活当中，伫阮所面对的遮个困难环境的当中咧变化当中，阮也时常互遮个环境来影响，致到阮的心也时常迷失伫即个当中。有当时看即个世间物质的生活，阮所追求的，阮伫济济追求的当中，检采阮的心也有小偏离伫你的真理的内面。主啊，但是阮通搁一遍来到你面前，搁一遍来敬畏你的时，敬拜你的时，主你就互阮回归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毋但爱献上感谢，也向你献上阮认罪的祈祷。生活当中，阮目睭所看，喙所讲，耳孔所听，遮济济有无合你的心意的，阮也伫无敬意的当中得罪了人，也得罪了你。主啊，你是感察人心的上帝。你知阮上深的意念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无通隐瞒，阮只有把咧阮的认罪的祈祷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照你丰盛的主爱，你的保护来遮看，除去阮的歹，要阮的心安静伫你面前反悔时，主啊，迄个反悔认罪的心，你无要看轻，互阮时常带着警醒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帮助伫阮。主啊，阮早起时搁一遍。安静伫阮的心，伫你的面前，互阮会拍开阮的心，迎接你，进入伫阮的心内，圣神欢迎你来，运行伫阮的当中，帮助阮，赏赐阮谦卑受教的心。早起时，主你的话，也要透过你的路卜，搁一遍显明伫你的百姓的当中。主啊，早起时，互阮的心迎接你，阮有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。早起时，愿你的话显出亮光，帮助伫阮。光照伫阮的生命当中，互阮领受你的话，成就阮生活的准绳，互阮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的当中。愿你的话成就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每一个脚步，拢有主你的恩典，样过主你的话伫阮的当中帮助伫阮。主，阮将今日的圣会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愿荣光颂赞拢归伫你。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恩惠，临到伫阮的当中，帮助伫阮。当阮献上感谢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即条咱做伙来共读课文，课文第32。课文第32，记载伫以赛亚书第11章。现在我来刻，咱大家大声来念。
对亚西的树头要发一支枝。耶和华的神要踮伫地，计划甲能力的神，一声，伊要掠敬畏耶和华做欢喜。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，伊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。用喙中的拐拍世界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，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大，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，牛甲熊要三角只。食年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，伫我的圣山的遍地，因为人捌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伫地上。即条咱做伙来了受上帝的话，圣经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到13节。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到第13节。现伫我来读，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更的时求叫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。归向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；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骗行赦免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恁的路毋是我的路。因为天怎样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，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搁倒转，就是润泽土地，互地上布衍结实，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食的有美粮。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。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，是要成我所欢喜的，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亨通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得到引带平平安安。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，田野的树木拢要搭手。上别发声来替节日，来替草刺；光念树发声来替节日。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，做永远的证据，袂画剪除。以上愿上帝赐福听谈伊话语的人。即条正道，咱邀请咱林朝成牧师来正道。今日的题目是主的道路。嘿，即位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圣经主日，我用主的道路，甲咱三甲来勉励。咱有缘来看脑筋急转弯哈，互咱轻松一下。来，头一条是爱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有答案无？爱是什么？咱来看答案哈。爱是寂寞人哈，爱是寂寞人。第二条，电脑的妈妈是谁啊？电脑的妈妈是啥？有答案无？咱来看答案哈。电脑荧幕啦哈，电脑荧幕啊，就是电脑的妈妈啦哈。咱知影
今仔日是即个圣经主日吼，圣经公会有出版足济无共款语言的即个圣经啦吼，伫咱台湾有即个华语的圣经，有和合本，有现代中文，嘛有台语的圣经，有汉字本、罗马字吼，阁有现代的台语，阁有客语，嘛有原住民的语言，敢若原住民的语言都有偌济，你知无？出版偌济种原住民，即马有即个11种的原住民的即个语言的圣经啦，所以你看吼，即个圣经公会，伊就是希望讲每一个族群拢会当用伊家己的语言来读圣经，来认捌上帝的话吼。所以咱长老教会。咱嘛是共款，咱嘛是真看重咱的母语吼。所以咱长老教会，你看每一个礼拜日，伫逐所在拢用因的母语咧做礼拜吼。亲像咱台语的教会，咱用台语，嘛有用客语的，嘛有用原住民语，也是华语的吼。但是其他的教派吼，差不多拢只有用华语咧做礼拜吼。这是因为咱长老教会真看重咱的母语，包括咱的各种的即个母语吼，咱拢真看重，所以咱台语的教会，咱就是爱用台语来做礼拜。这台语是真宝贵的语言啊！咱来看吼，这台语吼，台语就是即个闽南语嘛吼，闽南语就是即个河洛话。河洛话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中国古代吼，黄河洛阳一带的话啦。这个黄河洛阳一带就是叫做中原吼，中原就是中国迄个上界，通讲亲像迄个首都吼，古早的首都就是伫即个洛阳吼，所以即个河洛话对周朝开始吼，就开始讲即个河洛话吼，有3000年的历史吼，所以咱的即个台语是真宝贵吼。因为伫即个晋朝的时有发生即个五胡乱华吼，就是对北方有真济遮个外来的民族来侵占中原，因伫遐建立五胡16国吼，这5种的外来的遮个胡人吼，就是外来民族啦哈，有建立16个国家，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发生真大的战乱，有真济百姓为着要离开这个战乱的所在，因就一直迁徙到这个闽南，就是福建的南部。伫这个所在因上安全吼，伫遐真平安，无阁有战乱。所以这个人因是保存迄个河洛话，就是古汉语吼，3000年的这个河洛话，传来到台湾，咱的台语共款是甲这个河洛话是相款的吼，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。台语是非常的宝贵吼，有3000年的历史，所以咱毋通去消失去吼。因为即马有真侪少年人吼，有诶是袂晓讲台语吼，这是真可惜。所以我咧认为讲，要保存台语上好诶方法，就是咱爱教咱诶囡仔讲台语啦吼，就是父母爱教囡仔讲台语，阿公阿嬷爱教囡仔讲台语吼。毋通互即个台语消失去，这是咱每一个父母的使命吼，咱爱保存即个台语。咱知影过去吼，国民党政府伊是倒变吼，伊是推行国语吼，咱知影咱细汉的时候，推行国语袂使讲即个方言吼，袂使讲台语吼，伫学校若讲台语会处罚吼，要叫人拢讲即个。国语吼，这个国语就是这个北京话啦吼，就是咱讲华语啦吼。但是咱即摆民进党的政府都无共款啦吼，因也是甲咱共款看重即个每一个族群的即个母语吼，所以咱看即摆学校拢有咧母语教学对吧吼，拢有互囡仔有机会学即个母语吼。有一个囡仔，伊伫学校吼，一个小朋友伫学校学即个。台语伊转来时就甲因爸爸讲：“爸爸，阮今日台语老师吼教阮一句话哦，教阮一句台语吼，是迄个
孔子讲的话哦，伊讲啥呢？孔子讲：低一只不如好一只，好一只不如弱一只的吼。啊，即个老爸感觉真奇怪。孔子即个《论语》较早我读册就捌读过啊，啊，哪会无读到即句话安尼？啊，伊就甲小朋友讲：啊，无你迄老师的讲义，互我看吼。啊，伊甲摕迄讲义来看，原来即句话是即个《论语》注释吼。啊，真正读起来就是低一只不如好一只吼，好一只不如弱一只安尼啦。毋过意思拢无共啦，咱看这字就知影意思拢无共吼。因为孔子的意思是讲，咱做学问，毋是知影就好，最好是将学问变做兴趣，最有兴趣的代志，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哈。啊，这是孔子的意思啦。毋过这小朋友可能误会去哈。好，咱今仔日讲题是主的道路，主的道路。伫咱所读的以赛亚55章第6节有记载，着趁上主通找着时来找伊。伫伊三困的时求叫伊，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有时也会行失错的路，也是行迷路。先知以赛亚甲咱讲，当咱行迷路离开上帝时，咱要赶紧回头，倒转来找上帝，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伊时时刻刻等待咱倒转来到伫伊的身边。圣经记载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，进入这个迦南地。当时以色列百姓并无将遐个迦南人完全赶出去吼，佫有一部分的迦南人要住伫这个迦南地，所以有诶这个以色列人就甲遐个迦南的女子通婚，甚至也去甲因做伙去这个拜这个偶像吼，拜因的神明啊。当时因所敬拜的神明，上界互大家接受的吼，大部分拢是拜这个巴力啦吼。所以有真侪这以色列人嘛，甲这迦南人去拜巴力，离开上帝。因为迦南人讲巴力的神明会互五谷丰收、六畜兴旺，啊，就亲像咱台湾咧拜土地公共款吼，讲土地公就是咧掌管这个土地吼，所以拜土地公就是会互五谷丰收、六畜兴旺啦吼。但是咱知影，伫约书亚24章有记载，伫约书亚年老的时，伊看见有一部分的这个以色列人离开上帝去拜巴力，伊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甲因讲：咱今仔日爱伫上帝的面前誓约，啊，伊伫遐讲，咱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，伊互上帝呼召，伊就离开伊的本家本族。虽然伊毋知影要去倒位，毋过因为伊的信心，伊就接受上帝的引带。伊因为安尼，上帝大大赐福伊，上帝互伊的后裔诚做一个大的民族，就是咱以色列民族。所以咱看见，当咱伫埃及做奴隶时，上帝找摩西引带咱，互咱会通脱离埃及做奴隶的所在，离开埃及。啊，咱到伫即个红海时，上帝将红海分开，互咱会通经过红海，经过旷野，来到伫即个迦南地，来到伫即个老年老密的迦南地。但是咱今仔日爱伫遮来做一个选择恁要侍奉上帝，还是要来侍奉即个巴力？恁爱做一个选择。约书亚讲：若是我甲我的家，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上帝。迄个时阵，百姓因就大声伫遐发讲：阮嘛要侍奉耶和华上帝。所以约书亚就是互以色列百姓
伫遐认捌，因毋通离开上帝，因爱伫遐来洗约，爱侍奉耶和华上帝。这是上帝引带因来出来及来进入这个迦南地，将迦南地赏赐予因一个真要紧的目的，就是爱因伫遐来侍奉耶和华上帝。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伫咧成人洗礼也是更新礼时，咱嘛拢有洗约吼，毋知咱还会记得咱的洗约无？吼，咱洗礼更新礼时有即个洗约，吼，这洗约有3条，吼，毋知咱还佫会记无？咱佫来复习一下吼，咱来看。头一条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？有无？有吼，咱佫复习一下吼，有啊吼，介好。来，第2条，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有无？有吼，真好。第3，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道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？有，真好。咱今仔日若亲像搁一摆来伫上帝面前洗约啦吼。因为洗约是真严肃，真爱咱真慎重吼，也爱来遵守吼。咱爱常常伫主的面前来反省，咱有看重咱的洗约啊无？咱有看重主日礼拜来敬拜上帝啊无？啊是看重礼拜日去娱乐郊游？咱有看重读圣经、灵修、祈祷啊无？啊是看重讲即个世俗的代志吼，较赢过属灵的代志。所以咱若行迷路的时，咱一定爱紧回头毋通互世俗迷惑，咱爱倒转来行主的道路。威廉·库珀古柏，英国人，圣诗271首的作词者。这个古柏伊是一个基督徒，毋过伊年轻的时，伊就是行迷路吼，伊无看重即个信仰，伊看重世俗的事。伊伫读大学的时呢，伊成绩真好，伊读即个法律系，所以伊按算讲大学毕业就要去考律师，要做一个律师。但是伊大学毕业去考律师呢，竟然考无掉。伊真失志，伊讲我成绩遐好，为什么我会考无掉？所以伊就拍拼，讲伊第2年一定要考掉这个律师。结果第2年伊确实无考掉，哇！伊规个人拢真正失志吼，真正是感觉人生无愿望安尼。所以伊开始有一种忧郁症，伊常常拢想讲要结束伊的生命。有一天，伊就按算要去迄个伦敦的泰晤士河吼，要跳河自杀。伊就去叫一只马车来坐去咧马车顶，甲迄个车夫讲你载我去泰晤士河。迄天呢，伦敦的雾非常的大，头前拢看无啥有啦吼。即个车夫就一直行，要去泰晤士河，一直踅，结果拢找无泰晤士河，伊就甲古柏讲奇怪，我今日哪会找无即个泰晤士河？伊讲安尼好，我只好家己行路吼，伊就家己行路要去泰晤士河。结果伊一直行，最后竟然行转来因兜，伊就感觉真戆领，为什么伊要去泰晤士河，竟然行转来因兜？迄个时阵伊才醒悟，原来是上帝带领伊转来厝的哈。上帝拯救伊，互伊无到伫泰晤士河去自杀。伊随时跪落来，伫遐忏悔认罪。伊感谢主，主无离开伊，主带领伊倒转来行主的道路。所以对迄天开始，伊就决志，伊一生要来宣扬福音，一生要来荣耀主的名。伊有写诗的即个文字，伊一生有写15首的即个圣诗，但是咱的圣诗只有1首啦，就是271首。
这是271首。第1节讲：愿我哪行甲主哪活，享受属天安宁。心无路上大光照我，带到阳谷做证。伊知影伊过去行袂路，伊毋茫讲即马会当行伫主的道路，会当甲主哪亲近，会当享受天顶的平安喜乐，也会当毋茫上帝的大光来照伊，带伊行人生的道路，到伫天堂，到伫阳谷的宝座前。这是伊写即个诗的即个意境。咱若较悬，咱会吟271首。咱若吟的是，咱嘛会当来体会即首诗的意义。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互因伫爱甸乐园伫遐享受真快乐的日子。总是后来亚当夏娃犯罪，无听上帝的命令，至到互上帝赶出乐园。咱知影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上帝就计划要拯救人类，上帝就计划要找耶稣基督来拯救世间人。主耶稣来世间，伊用3年久的时间传福音，呼召门徒来行主的道路，去传福音，引带人来信耶稣。主耶稣上天以后，伊也找圣神来到伫世间，圣神降临，互门徒充满大能大力，因到伫逐所在去传福音，做见证，也建立教会。因带人来信耶稣，上帝的国度就大大宽阔。所以传福音是咱基督徒必修的课程，是主耶稣予咱的使命。咱爱去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上帝要予咱传福音，伊赏赐咱3项的保密。头一个，上帝赏赐福音，上帝赏赐福音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伫约翰福音3章16节所记载，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世间，互一切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这就是福音，就是上帝予人的好消息。但是世间人无接受福音，有的人无听见福音，有的人虽然听见，因也毋肯相信，因为世间人拢关心即个世俗的代志。我要安怎来趁大钱？要安怎来享受快乐？这是人所咧追求。总是圣经记载，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才会通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得到平安喜乐的人生。所以这是真大的好消息。无有比这更较宝贵的好消息。伫路加福音有记载，主耶稣降生的是天使所传播的好消息，就是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别的城，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天使知影，主耶稣降生对伫世间人是最大的好消息。为什么要宣扬这个好消息？就是要互较侪人听见好消息，来得到救恩，来得到福气。所以咱基督徒毋通自私家己享受这个救恩，咱爱去传播，互较侪人来相信耶稣基督。因为咱若相信这个福音是大好的消息，但是咱的亲人朋友拢无信耶稣。咱嘛无要传福音互伊，安尼就是真自私啦但是有的人会讲我惊歹势，我毋敢传福音。你甲想看觅，传福音是传播好消息，是互人得到平安喜乐的好消息。所以咱毋免惊歹势因为咱是要互人得到这个好消息。嘛有人会讲我毋知影要安怎传福音。其实传福音真简单。咱就是讲咱家己的见证基督徒一定有真济的见证。你拄着困难的时，上帝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。
你破病真严重，你祈祷主耶稣行神迹，互你的病得到医治。这拢是咱的见证。所以咱来讲见证，真简单，嘛会通互人认捌耶稣基督。有时咱会认为讲，有时咱会认为讲，我传福音拢无效果，对方拢无要信。但是这袂要紧啦，因为传福音，咱着爱是真心真力。因为安怎呢？咱传福音的效果毋是咱会当决定，上帝会当决定。咱就是爱交互上帝啦，交互上帝。上帝时间若到，人自然会来信耶稣。第二，主耶稣互咱使命，主耶稣互咱使命。伫路加福音24章48节，圣经记载基督着受害，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恁就是这个事的见证人。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见证人就是爱去见证耶稣基督，伫你的身上所做这个奇妙的事。咱爱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来讲互人听。主耶稣呼召咱成做伊的见证人，你是毋是欢喜遵照伊的话去做？咱若欢喜安尼去做，咱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当然，咱若无欢喜安尼做，咱就得袂到这个福气。咱基督徒一生的目标，就是要荣耀主耶稣，爱常常学罗主，高举主耶稣的名，这是咱基督徒一生的目标。咱要安怎互全世界的人拢来荣耀主耶稣、敬拜主耶稣？就是人爱去传福音，互全世界的人拢听到福音。所以传福音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。有的人讲我足无闲我透早出门晚晚才转来厝，我真正无时间通我传福音。其实只要你伫你的公司，也是你工作的场所，也是生理场，你用5分钟讲你的见证，免用真侪时间。咱看《使徒行传》记载，这个门徒因去传福音的故事。当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，常常拄着迫害，有时受掠关监。但是因拢毋惊，因继续咧传福音，这就是使徒行传的见证。这个门徒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伫日本投了2粒这个原子弹来结束这个世界大战。当日本投降的时，美国的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到伫东京来发表演讲。麦克阿瑟将军伊讲，世界发生战争，就是政治家的野心造成的。政治家拢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互因有耶稣基督的疼充满因的心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会改变人的心，互世界带来和平。今仔日咱伫台湾，咱传福音是真自由无受限制，无人会禁止你。但是你若伫中国、伫北韩，也是伫即个伊斯兰的国家，是禁止传福音。传福音就是会掠去关亲像即个使徒行传所咧记载。所以咱感谢主，互咱伫台湾传福音真自由，无受禁止，无受迫害。只要你有心，伫倒位拢会当传福音。所以咱着爱把握遮尔好的机会，紧紧去传福音。第三，主耶稣赏赐圣神，主耶稣赏赐圣神。使徒行传第2章记载，伫5旬节的时，圣神降临，充满伫遮个门徒的身上，因逐人得到圣神的充满，大有能力。当时有对埃及、对叙利亚、对各所在来的遮个犹太人，因转来耶路撒冷过节，咱看见遮个使徒就用因当地的方言
来对因传福音，所以因大家人拢真戆影。为什么使徒会晓讲阮当地的即个方言？迄个时阵，圣神大道做工，伫迄天就有3000人来悔改信主。门徒佫行做做，或者的新约基师，伊伫讨棒，众人看见拢归荣光互上帝。迄个时阵，侪人来归向耶稣基督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伫迄个时阵建立起来。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，使徒佫四散到伫逐所在，有到伫小亚细亚，有到伫欧洲，甚至到伫罗马，就将即个福音来传开。所以基督的教会就遍满到伫逐所在。今日咱传福音做见证，毋是靠咱家己的才能，是倚靠圣神的能力。圣神要充满咱，互咱有大能大力传福音，引带人来信耶稣，亲像早时的门徒和圣神充满一样。嘛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也会通亲像这个使徒来得到圣神的充满，来有大能大力欢喜去传福音。来引带人来归向主，希望咱四周围的人，因拢会通听到福音，会通接受福音，也会通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伫因的心，互因的人生有平安、有喜乐的人生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阿罗主，感谢主，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引带阮伫主日来到伫教会敬拜主。阿罗主。领受主对天顶享受阮的平安甲福气，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做阮人类的救主，互阮罪人因信称义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耶稣，你互阮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，引带人来信耶稣。求主帮助阮有圣神的充满，阮有属灵的使命去传福音。来引带人信耶稣，互阮所压即个福音的种子会通结实百倍，互人进入教会得到救恩。祈祷感恩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即点咱来吟回应诗，圣诗271首。愿我哪行，甲主哪活，享受属天安宁。希望路上大光照我，带到羊羔座前。我就要行甲主近我，心心平静安宁。纯洁真光，做情带我，直到羊羔座前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
请坐。即条我来报告，请咱摕起咱手中的酒报。订酒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0人，奉献3960块。主日日出席10人，拜一妇女团契出席10人，拜三祈祷会出席17人，拜六少年团契出席3人，拜六青少年团契出席8人。下主日事工的分配，讲道陈淑安牧师，诗会历秀琴执事，司琴刘安琪同学，当日李敏秀执事甲林芳静长老。敬拜是第3组，电子琴是黄恩婷姐妹。主日二第3组，音控黄家乐、李崇胜，电脑导演李玉杰执事。招待是麦雅树甲李荣姊妹，交通组刘主义长老甲谢南兄弟。下周周工事工的分配，拜妇女团契，主理是木东面长老，地点是教会1楼。拜三祈祷会，敬拜是黄志强长老，司琴刘安琪同学。代祷的家庭是柯宾汉长老的家庭。拜四中式探访，家庭伫郭香婷姐妹的家庭。轮值探访是黄志强长老甲李玉杰执事。拜六青少年团契的聚会，敬拜林浩宇同学、霍斌、张嘉恩同学，内容是团契的时间。拜六少年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，圣诗282首甲400首。圣经记载的这经节是约翰福音21章40到14节。题目是得鱼满网。本周的金句记载伫以赛亚书55章第6节，有台语甲华语的，咱各念一遍。来台语的，请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刻的时求叫伊。华语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咱就要看教会消息。第一项，2026年，咱本会的这主题是火热健康、同心服侍、全人宣告、教会兴旺。2026年，咱总会年度的主题是同心挺基督、团结顾台湾。这个经文的记载伫旧约传道书第4章12节，以及是新约马可福音第12章30节到31节。咱向听这我就家己来看。第二项，今即日台湾圣经公会纪念主日，行医差派林兆生牧师前来教会正道请安报告甲奉献，愿主赐福伊的服侍。第三项，中执会有通过邀请咱本会纪管用兄弟，自2026年起，为本会干务的干事来管理伫咱这个电脑资讯即个电脑的部分，比如水电、门窗甲倒椅，伊这个厨房的即个部分也属伫即个总务部内面。第四项，小会伫12月2日拜五，由本会议长丁春宝牧师主持，即个誓约主日二，刘美仪校长补上任的即个誓约已经完成。第五项，本会财务组检查下半年度7月到12月份的收支数目，受检查的单位有咱本会甲各团契，主日二青少年、妇女团、少年、敬拜儿乐甲建筑基金等，请本会各团契的会计，将下半年度7月到12月即个数目即个数册整理完成，而且伫即个1月初4以前交互阮本会查校员历秀琴执事甲纪管用兄弟，以方便查校。第六项，下主日礼拜后，咱有准备即个爱餐，
是要来煮即个米苔目，请咱兄弟会记哩后礼拜来煮的时，就要带即个碗甲箸过来，方便伫楼下咱逐个伫聚会了后，会当做伙来用餐交流。来感谢历史外姊妹的服侍，下主日正道讲书是单上安牧师，圣经是诗篇51篇第10节到12节，题目是新的心。内底的事项，咱伫手报内面，咱拜到礼拜日每一天，咱拢有即个内底的事项。咱也是鼓励咱兄弟姊妹伫每天的即个灵修的当中，灵修后会当内底的时间，为着咱所提遮的项目，一项一项来内底，让咱相信祈祷，伫祈祷的当中，来当做伙经历着上帝恩典甲引带，互咱会当看见咱教会咱即个集体内面兄弟姊妹互相带祷、互相关心的当中，会当有主的疼显明伫即个当中帮助咱。特别咱也知咱的集体兄弟姊妹，如果你也知是伊的身体、伊的健康，你也知影的，特别为伊提名祈祷。恁即个有病痛的、有年长的、有成年甲忧伤的，即人面咱拢有看见。除了遮个人以外，如果你若知后要提供伫教会。会当来做伙关心，会当希望来到干事遮来讲一个，互伊登记起吼。即只我来报告咱今日的即个奉献，约定奉献3人，金额是16900块，感恩奉献1人100块，这期就圣诞节奉献1个人2万块，建堂奉献5个人，金额是17600块。妇女奉献1人600，青少年团体奉献1个人2000，咱总计奉献金额是57800块。即粒咱起立来吟奉献诗。请坐。有要补充吗？即粒咱来吟上行圣诗511首。上行圣诗511首，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万福原本，天顶圣赛第一万民，永远阿乐爸囝圣神。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快乐，甲恁众人三甲同在。愿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的上帝，看顾恁、赐福恁，对即时这个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